如果你個小朋友打機可以專注到叫極都冇反應，但係一叫佢做功課咧就坐唔定，你都會諗過喎，佢咁專注唔會有 ADHD 啩？嗱，如果你有呢個疑問咧，今日呢條片咧可能幫你解開咧一個好重要嘅迷思嘅。Hello， 大家好，我係臨床心理學家黃佩良博士，黃 A 博士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實用易明嘅心理學知識。好多家長都會見到啦，小朋友一打開個 iPad 或者打機咧，哇個眼神即刻好集中，坐得好定，連叫佢食飯咧都會聽唔到咁。但係一叫佢做功課啊、溫書啊、練琴咧，就開始扭嚟扭去，話好悶，唔想做，2分鐘都坐唔到啊。於是咧家長就開始懷疑啦，既然佢咁專注打機，應該唔會係 ADHD 啦。但係其實打機嗰陣時嘅高度專注咧，並唔係代表小朋友咧係冇 ADHD 嘅喎。反而咧呢個咧可能係 ADHD 咧嘅其中一個表現嚟嘅。嗱，要理解呢一點咧，我哋就要講一樣好重要嘅嘢啦。呢樣嘢叫多巴胺。多巴胺咧係一種咧同動力同獎勵咧有關嘅一個腦部嘅神經化學物質嚟嘅。嗱，當小朋友咧做一啲有趣啊、刺激性啊，同埋咧有即時回饋嘅活動嗰陣時咧，個大腦咧就會分泌呢啲多巴胺嘅物質㗎啦，就會令到佢覺得好開心啦，同埋咧就會想繼續咧去做落去嘅。嗱，打機啊、睇短片呢啲咁刺激性高嘅活動咧，就會令到大腦咧一下子咧分泌大量嘅多巴胺，於是小朋友咧就會變得咧哇好投入啊，甚至乎出現一種咧叫做超專注 hyper focus 嘅狀態。嗱，呢個咧亦都係點解好多 ADHD 嘅小朋友咧特別容易沉迷電子產品，都係呢個 ADHD 咧一個好典型嘅特徵嚟嘅喎。咁點解做功課做唔到，但係打機就完全冇問題咧？嗱，普通嘅小朋友咧，即使覺得做功課悶咧，都可以靠意志力完成嘅，因為佢哋嘅大腦咧可以維持咧相對穩定嘅多巴胺嘅水平。嗱，對於有 ADHD 嘅小朋友嚟講咧，佢哋大腦嘅多巴胺系統咧本身比較弱，佢哋咧對呢啲嘅活動裏面咧感受唔到嗰種獎勵，自然咧就好難去集中啦。所以咧，當佢哋面對呢啲好沉悶啊、重複性嘅活動，好似寫字、做功課、練琴，就好難提起精神，亦都好難集中，亦都覺得好辛苦，甚至乎咧會出現抗拒啦。咁家長可以點樣幫助呢？第一步咧唔係即時責怪或者硬性禁止喎，而係先了解佢哋背後嘅原因。限制電子產品咧對 ADHD 嘅小朋友嚟講咧係非常之唔容易嘅。咁咧，所以咧我哋咧同時間要幫佢哋建立咧一啲其他可以帶嚟滿足感嘅活動，譬如話例如安排下運動啊、畫下畫啊、砌下 LEGO 啊，呢啲活動咧去增強咧嗰個自信心同埋個成就感。嗱，個重點係咧慢慢幫小朋友咧擴闊呢個快樂嘅來源，唔係淨係咧依賴打機嘅。打機嗰陣時嘅高度專注唔代表咧小朋友咧係冇 ADHD 嘅，相反呢種咧喺某啲情景下嘅極度專注，但係喺其他嘅情景下咧完全集中唔到嘅落差式嘅專注力咧，往往係 ADHD 嘅其中嘅一個特徵嚟嘅。多謝大家收睇，請 Like、Share 同訂閱我哋嘅 Social Media 同 YouTube，下次再見，拜拜。